決賽選手，有請關浩俊。我哋今次一擊到決賽最年輕嘅選手啊，關浩俊。先喺 A 都有見到呢位選手嘅精彩演出，咁唔知1A 會帶嚟咩表演？咁亦都請我哋下兩位嘅選手陳文輝同埋鄺浩雲去到側邊準備啦。俾多少少時間我哋嘅同先。等嘅。加油！好，視頻 ready， 音樂 ready， 屏幕 ready， 選手 ready。2026世界搖搖大賽香港杯冠軍賽1A 組別決賽，關浩俊。